因为台北的音乐厅发生这款的状况，所以高雄为武营国家艺文中心嘛有关防疫的作业加强消毒。打来，所有入场看表演的民众，拢爱挂喙罨、量体温。现场嘛准备消毒的酒精、甲量舌头的度针，互民众来使用。若场馆内底每一个所在的窗花刀啊、椅啊、甲电梯的开关等等，民众常常会去回到摸到的所在。这个消毒的作业，嘛为逐工4小时一届，提悬到每1点钟都来消毒一届。来，三说解释。来，麻烦请到消毒针。要入场进前，民众拢爱先量体温，才可用酒精消毒手。内面的门花、手环啊、刀啊、椅啊、电梯，民众手经常接触的所在，拢爱用漂白水详细消毒。场馆消毒的作业对每工4小时一届，提悬到每1点钟都消毒一届。因为疫情持续升温，2厅院国家音乐厅对今仔开始关门消毒，高雄为武营国家艺文中心嘛有关防疫的规格，除了规定所有工作人员拢必须要挂喙罨，若是要入去剧院内面看表演的民众嘛必须要挂喙罨才会当入去。就惊密闭的空间会提高传染的风险。虽然高雄无传出接触过确诊患者的记录，但是毕竟是国家艺文中心，为武营自主性有关防疫的规格，确保防疫无漏洞。